翻嚟新聞時間，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積存近80宗涉及教師嘅投訴有待處理，部分個案積存咗近10年。教師林慧思早前喺街上面用粗口鬧警察，有人向負責處理嘅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投訴。除咗講粗口，若果懷疑教師專業失當、違反教育專業守則，都可以向操守議會投訴。經調查之後，會向教育局提供意見。據了解，議會成立20年以嚟，仍然有近80宗嘅個案未完成處理，有啲更加拖咗10年以上。上一屆嘅操守議會2年嘅任期喺4月任滿，2年之內一共接獲103宗投訴，超過一半57宗都未處理好。咁冇傳召權嘅情況之下呢，我哋使盡九牛二虎之力，要邀請嗰啲答辯人或者係投訴者咧上嚟提供資料啊，或者係參與聆訊呢，都好多時係經過好長嘅時間，佢哋都未必肯上嚟嘅。有校長希望能夠加快處理時間，譬如可能風化案啊，或者一啲咩盜竊案啊，或者借貸啊等等呢啲咧，就喺我哋嚟講就真係比較困惑一啲，因為時時都擔心緊呢啲咁嘅賭債又唔還啊，跟住咧有人嚟即係潑紅油啊，咁樣其實就騷擾咗學校咧本身呢啲咁樣嘅運作嘅。教育局認為成立法定嘅組織嚟規管教師嘅專業資格，對教育界會有深遠影響。呢一個組織嘅職能同埋角色都一定要切合本港嘅教育情況，但係業界暫時未有共識，所以當局會仔細考慮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萬君報導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網誌，話留意到細價樓市場再次熾熱，提醒買家留意風險。曾俊華發表網誌話，雙倍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趕得切立法會休會前完成立法，令佢放下心頭大石。又話樓市亢奮自舊年開始有所緩和，證明樓市需求管理措施有效。但係留意到最近細價樓市場再次熾熱，佢話特別關心呢一批買家，因為樓市走勢一旦逆轉，呢批買家抵禦能力通常都比較弱，提醒買家注意未來息口、樓市走勢同埋自己嘅負擔能力。威馬遜移入雲南，減弱為熱帶低氣壓。威馬遜早前橫掃海南、廣東同廣西，造成最少18人死亡。威馬遜繼續減弱，但預料未來2日仍然會令到雲南、貴州、廣西等地落大雨或者係暴雨。威馬遜喺海南同埋廣西分別造成9人死亡，兩地供電亦都受影響，超過700萬人受災，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60億人民幣。俄羅斯西伯利亞北部發現一個直徑有大約60米嘅神秘巨坑。嗱，呢一個嘅坑洞咧，最初俾人發現嗰陣咧，有人就推測係隕石撞擊所造成㗎。專家又點講呢？嗱，科學家就話啦，相信係全球暖化造成㗎。巨坑位處喺有世界盡頭之稱嘅亞馬爾半島上面，直徑大約60米，估計有80米深。坑洞最初被發現嘅時候，有人推測係隕石撞擊，甚至係外星人造成。但係俄羅斯科學家到現場近距離研究之後，指現場冇任何燒焦嘅跡象，排除咗隕石撞擊嘅可能性。現場輻射指數正常，只係發現到一啲可燃氣體。科學家表示，坑洞係由水、鹽同埋天然氣組成，估計係因為全球暖化引致地下冰層釋出天然氣，就好似開香檳嘅時候個塞噴出嚟一樣，形成深坑。不過對坑洞形成嘅過程，佢哋仍未有一致嘅睇法。坑入面泥土濕滑，令到佢哋難以入去研究，暫時只能靠收集到嘅樣本同埋數據作進一步分析，希望揾出真相。無線電視記者賴詠琳報導。足球季前熱身賽，德甲球隊利華古遜輸咗俾法甲嘅馬賽。白衫嘅利華古遜喺奧地利進行季前集訓，揾嚟馬賽做練兵對象，點知係慘敗一場。2個馬賽球員突破越位，最後捷奴射遠處入網。利華古遜喺上半場34分鐘落後。換邊之後12分鐘，利華古遜失第2球，新加盟馬賽嘅巴舒亞爾壓落底線，個波就咁入咗。巴舒亞爾想傳中，省中回防嘅利華古遜球員喺近處入咗網，失咗2球都仲未夠，利華古遜守衛仲要送禮，咁樣頭槌頂後，益晒摩根艾馬菲達路喺78分鐘為馬賽射成3-0。
都要讚艾馬菲達盧把握得好，見到對方守門員出嚟就乖巧粒入。唔夠1分鐘之後，利華古遜破蛋，20歲嘅烏克蘭小將尤真高禁區入邊補射入網，只係防線俾馬賽第4度攻破，皮耶控咗個波落嚟，面對2個守衞護空門都射得入，結果利華古遜輸1-4。無線電視記者劉顯輝報導。1級方程式嘅蘭披治德國站，平治車手羅斯堡排頭位出賽。佢喺平治隊友咸美頓喺排位賽呢個彎位失控打轉，撞埋賽道邊，結果只係能夠以第15位起步。喺總成績領先嘅羅斯堡就做出1分16秒540嘅全日最快圈速，獲排頭位出賽。2個威廉士車手就分別排第2同第3。保達斯嘅圈速比馬莎快，將排第2位出發㗎。天氣方面，預測大致天晴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，天氣炎熱，氣温介乎28至32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南風。展望之後1-2日天晴酷熱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。而家30度，相對濕度76%。而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係低，而路邊監測站係低至中。跟住咧會有跳水世界盃精華㗎。互動新聞24小時全天候報導，最快最新。